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6日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沙烏地阿拉伯石油有2个牺牲的设施受到无人机的攻击起火，造成严重的损失咯，嘛影响到将近一半原油的生产甲出口，差不多是占全球6%的供应量。国际油价恐惊会大起哦。也门叛军青年运动是表示讲这是因做的。美国国务卿庞佩奥嘛指控伊朗是幕后黑手。伊朗嘛回应讲，已经准备要发动一场全面的战争。火烧至美国真大的爆炸声，沙地阿美石油公司伫阿布盖格即全世界上大石油加工中心，向攻击了后，规厂区拢是乌烟，互人感觉真恐怖。为 NASA 太空卫星相片拢能看到乌烟。也门叛军青年运动表示，先派出10架无人机攻击阿布盖格甲胡赖斯2个石油设施，这是这几年来上大规模的攻击行动。هذه العملية تؤكد قدرتنا على استهداف بقية المنشآت الحيوية السعودية وهناك منشآت أكثر أهمية وأكثر حساسية وقد أثبتنا مصداقيتنا في تحذيراتنا السابقة وعلى القيادة السعودية أن تأخذ تحذيراتنا الآن على محمل الجد لكي توقف عدوانها على اليمن وترفع حصارها وتخرج بأقل الخسائر. 沙地是全球上大石油供应商，每工出口700多万桶。沙地能源部长表示，攻击事件造成阿布盖格甲胡赖斯暂停生产，每工减少570万桶原油，差不多是沙地一半产能，或者是全球石油供量的6%。美国国务卿庞佩奥推文表示，伊朗总统罗哈尼甲外交部长萨利夫今日做外交活动，德黑兰伫背后支持我100件对沙烏地阿拉伯发动的攻击。Iran destabilizes this entire region. It supports proxy militias and terrorist groups. It is an arms dealer to the Houthi rebels in Yemen, and Iran conducts cyber hacking campaigns. 庞佩奥呼吁各国谴责伊朗，买伊朗负责任。不过，伊朗外交部长萨利夫嘛伫推特回应，怪伊朗未当结束也门的灾难。佮讲美国向伊朗施压无效果，就开始讲袂出。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引用革命卫队航空部队司令哈吉萨谈会，讲伊朗已经准备好势，要发动一场全面战争。若美国军事资产伫伊朗的飞弹射程内，也门的内战已经变做逊尼派沙烏地阿拉伯甲什叶派伊朗的代理人战争。2016年，沙烏地传联军镇压也门反抗军青年运动，伊朗则支持青年运动反击。记者综合报道。接来要带观众朋友来看今日报纸新闻，自由时报是指出200块的夜市抵用更为今仔开始哦，要伫发送有83夜市啊，加入预计要发290万张。另外，为10月份开始，伫全台湾212个商款用行动支付，第使得到15%到20%的点数，也是现金的回馈，每人每个月上最使回馈1000块。再来看联合报，国军今年度的集团结婚开放同性婚姻的阿兵哥来报名，目前已经有3对登记。第一场有指标性的同性婚礼，伫10月2日，空军伫屏东基地举行的108年集团结婚，会有一位男士士官甲同性伴侣。11月15日海军婚礼，嘛有一对男同志，佮一对女同志。再来看中国时报，中国于8月份开始暂停47个都市的居民来台湾自由行，嘛冲击到咱离岛的观光产业。金门澎湖个连江县长之前是到中国拜会中国国台办，昨传出讲陆客小3通自由行，政策会针对离岛来放令。再来看香港反送中哦，香港的民权阵线原本昨要上街头游行，可是哦，警方是发出反对通知书。也毋过，香港民众伫昨下晡嘛是发起港岛一日游，示威者哦是表示讲，因伫地嘛破坏地铁佮公共设施，有真侪所在拢发生警民冲突。一到昨11点外，香港的立法会的议会议员哦，嘛互警方以为妨碍公务抓起来。资本和平的示威游行到15下晡转规个反形，反送中示威者甲一名庆祝中共成立70周年红色的大旗啊，规个拆互掉。另外一边伫咧立法会附近情形同款是乱糟糟。
穿乌衫的示威者伫咧中环一个金钟附近组织破坏地铁站的设施，而且佮放火。原来站的出口是直接导火。香港地铁站也宣布，因为局势正混乱，所以甲东路湾、原来一个金钟3个站关起来。啊，附近的街仔路也去互示威的民众捡物件，企图阻止香港警察入来。警员也随出动水炮车，也佮有催泪弹扑散人潮。9月19是国际民主日，香港民间人权阵线自本定伫咧即天举办915反修例集会甲游行，结果警方所发出反对通知书，香港民众也是自发性上街路表达诉求，随后警民冲突就毋捌停过。示威者一直向政府总部弹汽油弹，也个红砖啊。随着冲突愈来愈多，警员也向立法会外口的示威者发射正强烈的水。大批的示威者是经过立法会附近倒向原来方向。19暗时11点多，防暴警察伫咧香港海关总部附近，甲穿乌衫的民众抓落来，而且包围一堆翁仔某。负责人的情绪是真激动，一直哭。在场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柯志芳是呼吁警方唔好乌白抓人，啊，警员也依照涉嫌妨碍警方执行公务为理由，甲伊抓走。这也是警方头一届伫咧示威的现场，甲立法会议员抓走。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台湾甲所罗门群岛一直传出断交的消息。所罗门跨党派小组是建议赶伫中国10月7日建政70周年之前，甲中国建交。即马传出讲中国以5亿美金来帮助所罗门哦。咱的外交部是回应表示，报告的内容并无正确。毋但所罗门外界嘛真烦恼，台湾甲海地邦交哦，恐惊嘛有变化。台湾甲所罗门群岛邦交有变化情况愈来愈严重。所罗门群岛的跨党派小组报告建议在9月21做出决定，甲中国建交，看会使应付到中国11建政70周年。甚至跨党派小组也讲，进前把访问台湾调查，得到咱国外交部对着所罗门群岛无特定援助计划这消息。即阵更加传出，中国计划用5亿美金金钱援助所罗门群岛，并且派出医疗团甲农机团正做建交的条件。对此，外交部批评报告内容有错误，也强调中国的机票是不实在，所罗门群岛一定爱设立。报告内容相当的荒谬跟这个偏颇，严重的扭曲事实。他也谎称说，这个小组曾经来台湾考察，并且与我方进行了讨论哦，跟中国交往的时候可能掉入的陷阱，包括了过程不透明、无法问责、图谋私利，而并不是民众来受贿，以承诺华而不实。另外，有外国媒体报道，台湾甲所罗门群岛邦交这件代志，也牵动咱国甲海地邦交。海地正做中国所瞄准的下一目标。不担任海地大使学者认为，这场外交战唔那是中国甲台湾的角力，更加是美国甲中国角力，甚至是牵动地区的稳定。北京建交了，那么这表示来讲的话呢，美国在这个区域上面，他用的力量要么就不够，要么呢，他也是挡不住啊。北京呢，他在对他战略上的一个部署，第三者提供更大的诱因，或者是因为呢，我们的友方呢，他基于本国利益的考量，而产生另外一种想法，这个我想我们很难去阻止的了。外交部对着中国要提5亿来金钱援助所罗门群岛，也佮甲海地建邦交这部分，无做正式甲回应。也佮强调，为了维持台湾甲所罗门群岛的邦交，外交部处长齐思俭16日访问所罗门群岛，希望会尽上大努力来表达咱方的诚意。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台湾附近的水汽哦，真侪哦，伫因方面的北部跟东北部地区，落雨的几率会较悬，嘛会短暂阵雨。咱做伙来看详细温度。昨暗形成的第16号风台偏北，目前一切路线大约是往日本东京的方向，也毋过这2天可能会减入为热带性的低气压。虽然对台湾并无啥物影响，也毋过南部跟恒春、华东地区跟中部的山区，嘛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其中爱特别注意伫南部地区过道了，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出门就爱记会早雨伞，也是雨满。伫温度方面哦，你是桃园以北云会较济哦，温度大约是28、29度，其他的地区哦，大约是32度到33度左右。再来看台北线131公里自温路段，昨暗有土石仔放落来。
8.5公尺宽的路面拢是石头哦。公路总局已经伫昨暗紧急封路了。昨暗6点外，警方是接到民众的报案，到现场发现讲有民众的车被石头牵着哦，好在无人受伤。大约是伫昨暗7点外，石头是一直落来，伫8.5公尺宽的路面拢是大大细细的石头啊。考虑到暗时哦光线无介好，昨暗的新风片台北线116公里到133公里，中横公路关原到慈温的路段，因为目前哦，佮继续的崩山哦，所以大型的机械佮无法度到现场来进行抢修。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西班牙东南部已经连续落几啊天的雨，至少造成6个人死亡，有几啊10万人受到影响。另外，印尼的农民哦放火种地，煞无注意去造成树林啊大火，已经是个月尾，火灾的烟哦嘛传到附近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等国家。新加坡的地标鱼尾西公园14号游玩有游客，也毋过天色无茫茫，空气中充满臭味大味，真侪民众挂着喙暗，才敢出门。因为国家环境局14号下昼到暗时，测定24点钟空气污染指数已经有2个地区破100，达到危害人体健康等级，其他地区指数也要过100，成为3年来空气品质上差的一天。东南亚国家当年这个时阵拢受到霾害所苦，主要是因为印尼农民火警种地造成丛林火警。今年已经炭烧1个月回，苏门答腊加婆罗洲各出现数百个雾霾点。今日风向将烟雾吹向新加坡、马来西亚，情况加速恶化。区域内真侪所在出现好天气，机场航班延误，呼吸道变环增加的老问题，引起区域外交纠纷。印尼、马来西亚互相指责对方是污染源，新加坡是向印尼政府提供救灾技术支援，印尼近日也积极以人造雨方式来救灾。镜头转向西班牙，东南部的瓦伦西亚、穆西亚以及东安达卢西亚，过去2天大雨不断，大部分地区出现史上9月上大单日降雨量，地区几个所在河水溃堤，冲走汽车，淹掉厝甲农产，社区内大水岔流。1号人家被水逼到厝顶的西楼，2点钟了后才得救。Pues estoy en el tejado de mi casa, jardín, piscina desaparecida, se me ha ido el muro principal, parte del muro. 这款已经造成6个人不幸死亡，3500人脱离工园，陆空交通也大乱。拢总有74条道路关起来，几个所在的隧道淹水，整个穆西亚地区铁路、加穆西亚机场、阿尔梅利亚机场拢关起来，灾区好天气，数10万人生活受到影响。当局出动1500名军队陆空救灾。西班牙代理总理桑切斯15号在直升机视察瓦伦西亚灾区，答应予地方上大的人力物力支援。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政治，咱来看高雄市长韩国瑜伫拜6礼拜拢无伫高雄，总统蔡英文是连续2天人拢伫南部。将蔡总统行程除了去拜访教会，嘛去庙里拜拜，现场是拢有真侪支持者哦。针对瓜问题批评，伊讲望蔡总统会使专心国政。蔡英文是认为讲同款的话，瓜市长已经讲几啊遍咯，伊嘛拢有解说，佮讲嘛无啥意义。第一段路，总统蔡英文行了几啊分钟，因为支持者拢要甲握手。进前高雄市长韩国瑜讲，伊拜庙拢无人来。即摆南下，面对支持者热情，互蔡总统心情袂歹。一天连走4个行程，看起来无啥物忝的感觉。支持甲台北市长瓜文铁的互相批评，互蔡英文感觉是有点仔忝咯。蔡市长讲这些话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反复的问我，反复的回答，那只要看我以前的回答就可以了。其实他讲这些话都没什么意义。蔡英文批评对方的话无意义，也毋过瓜文铁讲，即要加台面确定参选就会斗3天，也准备要公布台面党的区域立委名单。面对即要到位的大选，瓜文铁第3势力来势真强，也一直来对向中央。我也希望他能够专心国政，我跟你讲，绝对比我花在市政的时间少啊。所以你觉得他现在花在拼选举的时间上比较多？因为是这样的，适度了。莫要互第3势力乱了脚步，蔡英文专心替家己要民进党来辅选，也发出爱高雄立委全条的口号，也强调虽然副手名单也未公布，也国家前行政院长赖清德会沟通也真顺，伊会在上适当的时间来推出上好的组合。记者综合报道。
之前前总统马英九伫韩国瑜造势场合，和韩国瑜的支持者画落台。后来两个人伫一场里长活动一前一后出现咯。也毋过，昨两个人伫台上出席联谊会顶头，毋拿共台，两个人嘛握手互动是真亲切，嘛展现出团结气氛。一看到马英九上台，韩国瑜主动来握手，也来增加马英九抹掉阵，想要来化解进前外交。因为进前马英九伫韩国瑜造势场合，互韩国瑜支持者请落台。15在中秋台商联谊会，马英九无扣分，爱大家支持韩国瑜当选。天气呢还没有转凉，但是我们心头呢是凉凉的。为什么呢？因为3年多来，民进党执政，内政不修。外交不利，经济衰退。拜托大家，2020年大动员，全力支持台澎金马国民党所有提名的立法委员，好不好？好。为自己，为家人，为下一代，为台湾，为中华民国，全力拜托大家。马英九甲韩国瑜互动展现团结。立竿前，国民党上大危机就是郭台铭可能宣布独立参选。面对伊进行大动作退党，吴敦义甲洪秀柱拢讲爱努力到最后一刻。总是尽最后努力嘛。面对这种状况，总是以和为贵嘛。但是如果确定，那当然就是勇于面对啊。我觉得小以大义吧。你觉得还有希望吗？你不到最后一刻，你怎么知道？很多事情都最后峰回路转的。但是我们要释出最大的诚意。郭台铭若参选，国民党分裂会影响国民党士气，然后台商真烦恼。有台商就直接表明讲支持韩国瑜。拼经济不代表郭董，郭董不代表拼经济，不能够迷信啊，他做得很好，就能够带领台湾的经济往上走，这个我觉得完完全全是两回事。庶民选总统，总统选庶民，我觉得这个都是打动人心。明年总统大选，国民党努力争取台商选票，全力拼重回执政。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营航空的空服员，今年6月底发动17天的罢工哦，算是历史上上长的空运罢工事件。最后，劳资双方是签订团体协约来结束罢工。也毋过，劳资双方针对罢工的员工优待机票防取消，已经进行4届的协商，拢无取得共识。中营航空空服员6月发动罢工17天，劳资双方经过3摆协商了后，罢工将落幕，双方签下团体协约。不过工会讲，当初依照约束结束罢工，中营航空也开始2个月恢复员工优待机票协商。不过在协商过程中，中营一直提出无合理要求，包括放宽落机法不就是这一条的审查标准，和超时航班合理化。他希望我们去把它放宽，然后去认定说，有些航班它其实是不得已的，那它超时的范围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容许弹性的范围，在5到10分钟内都不算超时？那我们觉得公司这个是在法律的东西上面是要我们去做推让，我们完全不能接受。工会讲，甲长营航空开了4摆劳资协商会议，不过长营航空提出最后方案，罢工空服员优待机票恢复时间也等1年半，这个根本就是差别待遇，其实罢工的员工秋后算小行为。因此计划在9月2日下晡4点到路途部头前进行25点钟接力静止抗议。那如果公司不愿意的话，然后我们当然就只能把人压在那个裁决结果上面。其实还有一个最终大会是9月27号。所以我们会在9月17号这个最后一次调查之前有一些行动的。航空部分还是按照他们团协的那时候的一些共识哦，因为没有谈到细节，所以这个部分长荣是没有违法。学者讲，当时签订团体协约时，长营航空就表明会在罢工结束了后2个月内另外召开会议，讨论渐正式可以优待机票方式，无违法的纪律。长营航空已经书面回应，讲无秋后算小奖讲法，强调有价2021年1月1号起，除了免费的机票，会可以各种拍折的优待票使用权，已经符合当时所提出渐正式的原则甲精神。记者综合报道。医疗用的大麻伫全球按算有1500亿美金的损失，伫10年内底甚至会增加到2700亿美金。非洲国家赖索托伫2017年，甲医疗用的大麻合法，也毋过要取得会使种大麻的执照是非常的贵，所以有真侪人拢违法种大麻。根据巴克莱银行估计，医疗用大麻伫全球占有1500亿美金的经济产值。
10年来，国家可能提升到2700亿美金。非洲内陆国家赖索托看准商机，希望分这个大饼。赖索托伫2017年将正式医疗用大麻合法化，成为非洲第一医疗大麻供应商。Medical 就伫首都马赛路附近设置商店。政府带头支持，加上良好的气候条件，让这个山中王国种植大麻亲像真适合。 I think Lesotho is great in the sense that it's very untouched. So the air you breathe here is clean. The mountain air is amazing. You have streams and water here in abundance, which is clean. And so the conditions are favorable for growing cannabis, definitely. 对经济发展有限的赖索托来讲，医疗用大麻亲像是刺激就业甲收益的手段。因为要处理合法执照无简单，一年要开33000块美金，相当大约103万，一般小农根本无力负担。Most of the people have been living from marijuana, but illegally. So we were hoping that this will be an opportunity for them to farm it legally now and try to improve their lives. So if they don't get that opportunity because of finance, I think it's a little bit not fair for the people. 伫赖索托大麻大部分以传统的方式耕作，真侪人无选择这当将违法种的大麻走私到南非。It is a dangerous activity, but my children survive because of this. They can have clothes and food, but I can die from smuggling. 根据联合国统计，非法走私大麻是赖索托数十年来第3大经济收入来源。也无到即马，相关立法却予外国企业处理优势，适合规范摆渡本地小农发展大麻经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内华达州是军方的5亿特区，因为飞碟宇宙人种的风声哦，每一年拢有几千人好奇来到这。最近是有网友小招待9月20来这找宇宙人。真快沙漠拢无啥物人，啊，毋过这世界会当看到各种外星人的图，因为有一个美国军方的51特区，一直飞碟外星人伫全球上名声，好多年拢有几落千人到这，希望会当拄到外星人。即马有网友伫9月20招民众直接去51区了解外星人，已经有超过200万人支持。There is really no way. There is no precedent for this event. So there is no way to estimate how many people are going to show up. They have over 2 million people that signed up that they will be there. Obviously, not all these 2 million people will show up, but a large number of them will. 51区体重对小店查来袂少员工，有一座外星人研究中心驻地商店，伫门口口打造在工厂馆的外星人模型。阁有外星人的驻地旅馆，啊，毋过即摆活动受小店的民众有完全无共看法，有人是真乐观，嘛有人烦恼会对这生活造成影响。You cannot fool around with stuff like that, and you know, I probably shouldn't have said that, but this whole thing that it has created is. I understand it was a joke, but this type of thing. You need to think about what you post. 一项叫做去51特区，因为要组织咱所有人的活动，邀请全世界各地人来参加。虽然活动说明有公孙球意思，啊，毋过当地民众也是烦恼，有游客真正走去51特区。And if you come up to the area, absolutely do not go anywhere near the boundary. Base security will be on high alert. They will not be messing around. If you go near the boundary, if you even look like you want to cross the boundary, you will get arrested. 即马这的主题，旅馆业者拢在应对询问的电话，因望将即摆活动变做3天的音乐节，并得到地主许可，伫空地安排大数甲停车来迎接到时阵来遮游客。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又个新增加3例本土曲公病病例，分别是伫中和区跟新庄区哦。这3人住的所在拢伫国中岭的附近哦，所以初步嘛判断讲感染可能是甲国
强烈的报道有关系。疾管署表示，这3名增加的骨光病病例，分别是住伫中和区80多岁的查某，佮60多岁的查甫，佮有住伫新庄区50多岁的查某。其中新增的病例伫8月底就出现骨光病的症头，看7遍的医生拢无发现着病。今年到目前为止台湾拢总有77个骨光病病例，其中的11个拢是本土的病例。再来看，民众拢爱伫中秋烘肉啉酒食月饼，也毋过安尼食可能会引起脂肪肝哦。根据健保署的统计，个人得着脂肪肝的人已经有468000外人哦，是以40岁到69岁人上济。医生嘛提醒哦，脂肪肝最后有可能会变成是肝癌，所以建议民众爱控制饮食，嘛爱固定运动。中秋节连假，真侪人拢会烘肉、大喙食烘肉、啉含糖的饮料、喝酒加上月饼，享受快乐中秋节。不过嘛，爱细腻一边会得来哦。根据卫福部健保署统计，近3年来民众就医比确认有脂肪肝的人数，对142000人成长到168000人，成长将近2成。其中男性比女性较悬，40岁到69岁患者占了7成上多。猪牛羊都有含有很多的脂肪啊，所以红肉的部分，啤酒也好，这个糖也好，它走的循环是直接在肝脏做转换，就很容易变成血中的三酸甘油脂，也就是血中的这个游离的脂肪酸，就是血脂肪的部分，所以就特别容易造成脂肪肝。民众脂肪肝成长速度紧，以流行病学研究盛行率来推估，潜在甲确诊人数恐惊会有600万人。那靠中期病院内科主任林俊干就讲，若是得着脂肪肝，虽然可能演变成做肝硬化，甚至是肝癌。脂肪肝炎这样子来算的话，发生肝癌的比例大概每年可能有3%的人可能会变成肝癌。你有高血糖，你有这个高脂肪哦，血脂肪过高哦，甚至有过胖哦，然后甚至有高血压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变成所谓的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危险因素。医学专家提醒，控制饮食，大块的人爱减肥加保持运动习惯，拢有机会能改善脂肪肝的状况。同时每年定期追踪，来确保自身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种乌色狗虾，之前是拢伫中南部，也毋过已经传到北部。最近伫新竹伫外山区的高峰岭，就发现讲有非常侪这种乌色狗虾哦，用药仔头嘛已经无法度全部偷死。目睭前底一大群难以估计的狗野，人看了头壳背拢麻起来。新竹市高峰里这2-3个月受到狗野的侵害，整个外口的大樟树啊顶悬拢爬满狗野，有的民众规起甲树啊直接抄起来。怎么杀都杀不掉，我们用了各种方式，就从一开始环保的，然后到没办法用那个杀虫剂，也都没办法阻止。那个大门的周围以及窗户的周围去喷杀虫剂，大概最多顶多1周就没有效果了。买那个药来丢，但是似乎蚂蚁比药还要多，吃不完了。新竹市政府知影了，马上进行处理，发送台狗野药啊，互影响较严重的社区。另外，佮请民众清洁内外的环境，希望会使尽早解决狗野的问题。一般性的这个耳剂哦，比如说在一些田园啊或者树林里面有大量的这个琉璃蚁的时候，就可以拿来使用，这样子就是希望从源头那边就做一些那个减少这个蚂蚁数量的一个方法。只摘一些苗圃什么都在南投那一边嘛，然后说应该是那些树苗运过来的时候跟着一起过来。然后没想到说繁衍速度这么样的快。相关单位提醒民众，若是发现大量的狗野，一定要甲食的收好，垃圾桶爱砍挂，来断绝狗野的食物来源，以免灾情继续变大。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苗栗130县道往32个路段，有民众发现讲路面拢是石头，民众嘛发现讲其实是高山啊围山边哦，等石头啊落来。专家是认为高山啊未主动攻击咱人，应该是受到刺激甲威胁，才有这款的反应。街路上大大小小石头，未少占满了车道，有骑机车人烦恼造成意外，捡起来等去路边，也毋过发现顶头的石头要继续咧落，原来是这顶高山啊。
他在 K 石头下来，他超凶了。高山仔坐伫树顶向街路牵石头，即可能危及用路人，人车可能发生意外。苗栗130矿管道3期管理之间的路段，骑机车的人帮忙清除，却发现是高山仔牵落来。苗栗县府表示，这次沙坡地有一寡所在土石捅出来，想不到有高山仔乱牵石头，看起来真危险。到底它是只有一只呢，还是说只有好几只的一个族群都会这样子做？不知道。那可能我们会先影响到用路人的安全的部分，我们会先来做一个处置。专家表示，高山仔虽然有地区性，也毋过未伫一个所在停留伤久，会安尼有这款的动作，可能是甲受到攻击、甲威胁有关系。就赶快丢石块给你，来敲你、砸你，这个不会的。猴子的那个行为，他是不会这样做。那只前面有人就是故意下来跟大家去骚扰，对不对？那猴子的话，通常有时候会愤怒，他也会做这样的一个反击动作，这样。专家认为，高山仔袂有主动性的攻击，你是受到侵扰，还是已经被攻击，才会产生后续行为。虽然有真强的模仿甲学习能力，也毋过对人也是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建议若讲拄到类似状况，也是爱慢慢来离开，避免正面冲突。记者综合报道。有上水历史隧道称呼屏东潮州树林健康步道，有真侪人拢会来遮去结婚相哦。本来步道哦，未来步道嘛会甲树林边地新拿园区的脚踏车道来结合，希望会使来带动附近的观光。风微微吹过来，眼前看过去，青隐隐，规排拢是细叶蓝林树，互人看到心凉被透开。这是互人叫做上水绿色隧道，屏东潮州的树林健康步道。即阵除了这迷人的隧道以外，未来地方阁要甲伊延伸到南后树林边地新林园区的自行车道。绿色隧道入来，咱来行遮这个风景看了，入来咱树林地内底。咱潮民宫，这是200年历史的一个老庙嘛。了后，咱阁出来7撮新设的遮，直接咱当统一到地呢，直接统一到林后平地森林。即阵绿色隧道有1.2公里长，永存是台湾糖业5分车会经过的路段。附近的景点包括关定古迹、潮林宫。即阵步道的后半段也搁伫咧施工，未来会延长1.2公里，打造完整的自行车步道。沿途也搁有电风产业的作物，将做囡仔熟悉农村景地的自然教室。坦白讲，现在都市很多小孩子根本不了解稻米是怎么形成，凤梨是怎么过来。确实，现在是很多小朋友，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接触当地的东西，所以说他不了解。那我是建议说，如果说将来有机会，上级有补助这个经费的话，我们社区可以配合，把它规划成一个区一个区，像这个稻米区，这个是凤梨区。延长步道的工程估计伫咧10月底进前会完工，到时阵绿色隧道地会有2.4公里长，拍通镇内外观光的灵美，正做兼顾地方性甲自然教育的观光廊道。记者综合报道。云林沿海哦，若出一套东北季风，就有真侪风背沙。中央是补助未了轮背顶乡镇的教室来装新风系统，改善空气污染。目前已经有230间教室拢有装哦，效果都袂歹。到当10月到过当年4月，落水溪可流搁透东北季风，沿海就会有风背沙，致使空气当中的细粒营养变真高。云林未了轮背二轮挖进落水溪，因为安尼才会学校，互风背沙影响甲真忝。为着改善空气污染，互学生囡仔健康莫受败害，中央补助经费伫教室安新风系统，应效确实袂歹。比较不会过。一套新风系统呢，真的可以带给我们孩子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芦北地区就是 PM2.5浓度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地区，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又有冷气的这样的一个幅度，比较高空污。比较高紫爆的这样日子里面，安心的待在教室里面学习。空气污染的问题严重损害学生囡仔的健康。过去学校敢若会当伫风背沙的时提醒学生较莫踮外口活动，即马教室安新风系统，这个设备通阻止风背沙遮的细粒营养入来教室，降低风背营养对学生的危害，保障学生上课的环境品质。那我想这个系统我们会来评估成效。然后来希望能够更多的学校能够来装设这样的系统，
学生的健康是大家上界关心的代志，即马已经有230间教室有安新风系统，学校确实感受到空气品质有改善。西里启动在学校嘛，希望会当赶紧甲新风系统安好势，减少风飞沙的设立营业对学生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德山种地面积超过1300公顷，为了提升当地地品质，农会举办烘地比赛，每一个烘地师傅做出来地拢有无同款的滋味哦。最后是一位已经有30多年经验的老师傅得大奖。两排长桌仔顶放真侪湿水深浅无同款的茶，评审一杯一杯偏地芳试啉几60杯，最后竞出一摆三拿溪杯茶比赛的特定茶王奖。有一位30几年经验的老师傅得到大奖。过去嘛，捌得过3届特等奖，这一回所有参加的人几乎都是里面都先搅了、先干了，内底吼实在拢足用的，但是这些茶真正有较青，难度比较高，真的啦，大家拢咧讲啊，开唔知会着食。第三镇地叶建造的面积超过1300公顷，这场比赛是第三镇农会为了提升茶农培茶技术和比赛茶品质，特别举办茶园特色地叶讲习，上课加上实际操作，最后指定茶米，让学员来比培茶技术。我们农会也不断的来辅导农友，在茶叶的研习、烘焙，请专家技术指导人员来指导我们，让他们不断的增进他们的烘焙的技术。优点来讲，焙的部分它还是要有原茶的特性在，也要焙到有甘醇度，也要有出来，茶汤也有带甜的一个现象来讲，这才是我们竹山的317好茶的一个特性这样子。评审指出，焙茶需要将有路的功夫，唔但爱掌握清晰，佮爱焙出茶原味佮特色。当然，有几10年经验的老师傅，嘛一直咧求进步。透过比赛增加实践的经验，一步一步提升南投地叶的品质。记者综合报道。第2019年世界巧克力大赛亚太区的比赛，台湾出产的巧克力摕到17面的金牌，其中屏东就摕到10面。甲山野练舞，才会在地物产和台湾当地种的可可叶放做伙，创造特殊的巧克力风味。台湾伫咧有巧克力奥斯卡称号的2019年世界巧克力大赛亚太区比赛超过900件的作品当中，得到17金、44银、32铜这奖项，其中的10面金牌都由台湾种上侪可可叶的屏东摕到。有相当多国家的参与，也可以认识到很多国家的巧克力。相对的，也可以让国外来认识我们台湾的巧克力，我们屏东的可可。品种的推出上面，还有田间的管理，还有加工技术呢，都不断的精益求精，希望好还要更好。那大家团结在一起，希望一起打出去。屏东的天气、地理拢真适合来种可可叶。真侪人拢看好可可叶的市场，这几年来，屏东种可可叶的面积一直在增加，即卖已经超过150公顷。要建立巧克力的产业链，屏东县府争取主办 ICA， 透过国际比赛提升业者的技术。那其实屏东的巧克力呢，我们已经真正的扎根了5年在槟榔树下来栽种可可的秧苗，然后成长。到现在呢，可从发酵、烘焙到整个可可豆或是巧克力的比赛相关系列呢，都在县政府的辅导下，我们所有的可可农大家同心合作，屏东屡获佳绩。用屏东的可可叶做台湾的巧克力，民众免出国买当食到上高级的巧克力，这就是屏东的在地好滋味。记者综合报道。那台南有做16回风俗，来看婚龄到来的神寿宫，为220位婚龄的在地囡仔来举办成年礼，拜孔子啉一杯葡萄酒哦，代表当大人，未来就爱对家己负责。打满18岁青少年手捧一杯葡萄酒，一喙饮落，表示当大人。未来都要面对考验和人生的考验。婚龄到来神寿宫为220名婚龄的子弟办成年礼，不少家长嘛到现场见证囡仔重要的成年仪式。很高兴我的家长能够看我，因为我觉得这让我感觉到家长是非常在关心我的。
能够参加这么一样的一个活动，然后能够在这么样一个神圣而且有纪念意义下的地方，我觉得就是除了感动之外，还有就是感到欣慰跟骄傲，因为这是我的孩子。这青少年做伙向孔子拜拜行礼，新年了后会当做的代志就更较多，也毋过相对的，把家己担起未来人生的责任。就觉得自己已经成年了，然后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去尝试。在往后的岁岁年年岁岁当中，咱的囡仔知影讲，伊是大人啊，伊是爱负责任的，伊会当对所作所为，咱会当来家己来负责。我感觉这是足重要的工课。囡仔当大人，新的考验已经开始，好佳在照真侪共年会的婚龄主题，做伙接受未来挑战，创造这个世代的故事。记者综合报道。来，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中间医疗 AI 核心实验室，目前咧做一套影像大数据，提供 AI 人工智慧来判断病情哦，会使互医生看病人的速度会使愈紧，对病情的判断嘛会使愈准。为急诊内的患者紧急照电光，交互 AI 判读系统，是会使知影这是盆脚骨的骨头断去啊。我们常常就是用一个简单 X 光片希望判读出来它有没有骨折。好，那常常会有大概8到14% 的病人会被那个误诊，或者是单纯的片子没有办法看出来，然后反而要去做电脑断层或核磁共振去确诊。那因为我们系统引进之后，我们可以把这诊断率整个提升到98%。有 AI 判读系统到诊断，互逐年200万来中级病院看病的人，医疗效能会使提升。医师参考 AI 予伊的答案，唔但会使更较紧掌握到患者的状况，也会使减少真侪后续无必要的检查。这张荧光的影像是标准的红斑性脓疮，风湿免疫科医师逐工拢爱判读几百张，亲像安尼的影像。即阵有 AI 到判读，患者自本需要7天到10天才有法度摕到报告，即阵已经会使缩短到3天到5天。我们现在设计的一个模式呢，基本上就是这个影像直接就上传到我们的高速电脑中心，它就能够直接把答案告诉你，然后医师在做一个确认完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发报告。医生的负担减少看诊的效率提升，更加增加医生甲患者之间沟通的时间，医病关系也对的改善。我们到底花多少时间在病人身上？真正跟他在讲话 ，maybe 只有30%，很多了，40%真的很多了。那如果我们用 AI 把剩下我们在做繁琐事情把它减少，这个时间其实是会空出来，真的跟病人去做好的互动。我觉得这才是医疗的未来了。亲像安尼 AI 结合医疗已经是未来的趋势。不过，医师强调 ，AI 并不是取代医生的工作，是改善陆续速度的流程，也让医生甲病人之间有更较多互动甲交流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今年7月27日，伫台东发现一只小乌熊。因为最近是确定讲，这只乌熊是保的，当地部落族人替伊号名叫穆拉斯，希望讲意思是望伊坚强。我们的村长也是女性，所以呢，大家就一致认为我们广元的小熊啊，有讲对穆拉斯。台东公园村的大埔甲林泉部落的族人中秋节烘肉伫庆祝，并且也摕伫7月底甲妈妈行山区分区的公园小乌熊来号名，进前确定这只乌熊是查某的，所以讲替伊号一个家女村长相款的名叫穆拉斯。希望未来他长大之后，他也能够达到坚韧不拔，然后刻苦耐劳，然后在那个整个大自然环境能够快乐自在的生活生存下去。公园小乌熊互抓到了后，林务局台东林管处原本该放伫一个用破坏人内底，希望熊母转来甲熊仔囝带走。不过等真久熊母无出现，即阵只好出山往国有林班地，另外一个较隐蔽的所在，希望伫伊较大只到1岁时阵，应该放生到野外。不要跟人有比较多的接触，我们希望说让它长到一定的大小，像说1岁啊，那有那个在野外有谋生能力再把它放出去。经过1个月的用心照顾，小乌熊体重其实已经超过原来的1倍。顶个月做了头一摆健康检查，使用小可便血，不过其他状况也袂歹。虽然部落族人无法度甲伊接近，也过希望透过替伊号名，互族人知影讲伊是部落新的成员，爱保护关爱，互伊用个健康重回大自然。记者综合报道。嘉义梅山的天主堂奉晒一尊模仿朱氏凯叶青菜圣母像，非常的特别，咱做伙来看卖。
新春的衫拢雕刻着红红，下骹的裙阁刻真侪福的字。这种传统的功法，伫真侪新村拢看会到。但是特别的所在，就是在新村的面容是天主教圣庙玛利亚。这个很特别，所以现在我们特别鼓励教友还有一般人介绍这个中华圣母。嘉关梅山这间天主教堂内底的圣庙神尊穿的是较早清朝的衫，教堂的人员就表示，这个神尊已经有44年的历史啊，当初是参考100画来雕刻的。他们的雕刻师傅说呢，在他们那个时候总共雕刻了3尊，一尊在盐水的圣母，盐水的天主教堂，然后一尊在我们的朝圣地，然后另外一尊呢在以色列的纳扎勒的圣母领报堂里面。那我们这个就是用中华最传统的一个，以前像慈禧太后在穿的那种很高贵的那种。根据教堂的调查，当初的图是清朝的时阵，一个法国人参考朱熹太后伊穿的衫来画的。嘛，因为后来教会要来台湾发展，需要神尊，才参考当初迄幅图的内容，刻这尊穿清朝衫的圣母像。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花莲寿丰乡盐寮海边啊，后面仲发现有真侪有人互人乌白道的粪扫，结果调查发现拢是公路总局制作出来的粪扫，也毋过公路总局讲已经委托包商处理，这是包商的问题。缀着花莲寿丰乡盐寮村长的脚步，伫大概134公里的所在，落去海边的小路，被人恶意倒大量粪扫。详细看，因为边仔都是海边，还有溪流，附近村民烦恼会污染水源，需向环保局报案。这些垃圾会污染海资源，而且旁边又是溪流，过山虾蛮多的，鱼资源都很丰富。嘿嘿嘿，这种倾倒偷盗废弃物的情况是不是还蛮常有的哈？蛮常有的哦，盐寮全县蛮多的。有跟环保局通报好几次啊。对，问题抓不到凶手，竟然是罚地主。哦。含的是为粪扫来的物件批的地址，竟然发现拢是来自秀林乡富士村的公路总局塔罗国工务单，公部门安怎会知法犯法，让人感觉震撼。塔罗国工务单澄清是包商所为，已经赶紧清理清气。那厂商是说这个地方是他们私人租用土地，那暂置这些物品，那原本打算中秋节3天没有工作的时候来做回收处理了是。那未料被热心人士发现了然后传上网络。那公办确认状况之后，就会从厂商再清理。也不过花莲县环保局表示，就算是租来土地，也袂当随便等输入废弃物。这个行为已经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会当处1年以上5年以下刑期。环保局已经介入调查，将追究相关责任，并且函上警方侦办。记者综合报道。专门去云门舞集的两师刘正雄伊帮云门披上已经30多年，要抓到舞者精彩的动作有啥物撇步，佮有相片的背后有啥物精彩的故事。今仔暗时9点，台湾新感觉文化新台湾的节目，特别带观众朋友做回来了解。刘振雄摄影的类型非常多元，上有代表性的就是电影剧照以及表演艺术。其中真特别的是，刘振雄认真讲起来，翕过电影剧照无算多，但是每一届拢互人印象深刻。因为到底因是咧搬戏，还是真实的生活，我甲这两个拢甲男做伙。除了翕电影剧照，其实真侪人是因为云门舞集才熟悉刘振雄。伊替云门舞集翕相已经30多档，替舞者留下优美的身影。但是要翕出一张好看的相片，是需要真侪沟通以及大家配合。讲上近的，就是最近因为林老师上尾一摆，甲云门的舞者伫自由广场遐做户外迄个公演，所以我去的时阵看完因的彩排了，所以我就大胆一个想法，我讲老师恁谢幕的时阵会当甲头挖过来无？伊就随甲记出来，讲袂使，我谢幕哪会使屁股对观众？我讲你所有物件你拢解决完，你只要长灯较慢迄落光的就好啊。尾啊，伊就讲好。一张好看的相片，除了用沟通达成共识，有时阵嘛需要八关八低，找出好角度，将现场的画面呈现出来。刘振雄对相片无放弃的坚持，嘛互伊的摄影作品一张比一张精彩。记者杨淑成、林宏明采访报道。
来看一个由中破西餐厅头家供应商佮作家组成的 Cookmania， 为2016年哦，只有6个人，到2018年因办活动有3000个人来参加，就使看出来大家对食食相关的议题是非常的有兴趣。我们把它的本身的身体呢切成像面条这样子，然后慢慢去炒过。甲炒过的透抽放伫咧桥仔顶头，配天妇罗来增加口感，然后再搁压一寡墨鱼做的粉，提升中cường的口味。这间伫咧台北市的餐厅，被列伫咧米其林指南2019的推荐名单，菜色拢是选用台湾本地也有钓时的食材。尽量以零浪费这个概念来去做。那因为本身我们对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要求，就是说。从教菜方面跟设计菜单上面方面，尽量使用到就是说，像我刚刚提到像李中学这个部分，我们就尽量去用到全部的一个过程。无论是动物或者是食物，希望让所有的食材拢有发挥的空间。亲像这项点心玉米布蕾，就是用玉米农场生产的水果番麦，也伫咧顶头的是乳酪苗，也果花，加拢是100%有机。规个制作过程就伫咧开放式的灶卡，让人可以使看到料理的过程。他们可以看到他们我们在备菜跟摆盘这个过程当中，然后直接到最后呈现到他们面前。在咧台湾，甲中破西 Eric 有相像理念的人，在咧2016年时，以 Cookmania 的名义做伙，为一开始6个人，到去年来3000人，做伙讨论饮食、领土制，也有保存食物的议题。本来大家都觉得自己很关心这些事，很关心食安呐，很关心吃得好一点，很关心食物的来源。那终于有感觉，好像有一个地方大家可以凑在一起，所以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我们不是一个组织，我们不是一个协会，我们不是一个社群，我们真的像帮派一样。甲 Cookmania 拆开来看 ，Cook 代表餐厅食食，啊 Mania 代表热情，所以这是一群关心餐厅食食，也有食农议题的人。在咧台中经营酒庄的游人啊，同款希望把台湾的好滋味传出去，伊甲当地农民做伙种葡萄、为土、葡萄田、和葡萄，伊拢真正足学，结出台湾在地口味的葡萄酒，也甲得到真侪国际葡萄酒的大奖。从我的每天的 action， 我能力范围内可以做什么，所以多去了解说你在吃的东西，或是它背后是谁是农夫，他的德性是什么，他在做什么，为什么做这些。加去了解生产的过程，就会使增加家己甲产品之间的连接，也更加会使展现产品的意义。这是游人阿经营酒庄的理念。即阵有愈来愈多伫咧台湾经营餐厅的人，透过互相交流，互大家唔但食了好，搁要食了有意义，甲台湾的食材结合做伙，成做新的模样，也煮出新的台湾味。记者综合报道。2019年深度畅水世界锦标赛伫法国举行，来看俄罗斯的选手莫查诺夫哦，伫深度118公尺，顶超过4分钟，摕到第1名。唱伫水中，俄罗斯自由唱水选手莫查诺夫来到法国的维纳海岸参加今年深度唱水世锦赛。莫查诺夫捌伫2018年创下前阿卡杯派动量唱水123公尺的世界纪录，今年新选择挑战跳伞唱水。Today it was much warmer, so it felt great. I've had a good warm up, and the dive was amazing. Like it was very relaxing, very confident. I felt very confident. 自由唱水是一项极限运动，尽开唱伫水中，为着成绩有效，伊毋但需要唱到目标深度，佮需要伫出水了后完成3个出水动作，包括看裁判比 OK 手势，佮讲 I'm OK。结果莫查诺夫的成绩是118公尺排名第1，无偌久，伊搁伫前阿卡杯派动量唱水6平家己130公尺的世界纪录。深度唱水世锦赛为1996年头一摆举办以来，今年是第5届，拢总有40个国家、140个歌手挑战人体极限。On est tellement concentré par ce qu'on fait en fait qu'on sent plus rien ce qui se passe derrière. C'est une exécution de vraiment un protocole qui est travaillé pendant des mois. Et donc on est vraiment dans l'exécution, on est entre soi-même et ce qu'on fait, plus rien, ni le temps, ni la température, ni le bruit ne nous affecte.
这项比赛过去年佫100举办，今年有穿阿卡杯排档量，无穿阿卡杯排档量，佮球速冲水3项。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天气，咱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1度。华东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第2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